一摩爾化合物的質量，在數值上等於其分子質量或式單位的質量，單位為克，此質量也稱為摩爾質量。一摩爾的水分子 H2O 重量為18克，含有6.02乘以10的23次方個水分子數目。一摩爾的銅金屬重量為63.5克，含有6.02乘以10的23次方個銅原子數目。一摩爾的氯化鈉重量為58.5克，含有6.02乘以10的23次方個氯化鈉的式單位數目。摩爾與物質的質量是可以互相轉換的。用碳作為例子，說明物質的摩爾數、質量與粒子數目的換算。例題一：如果將碳由摩爾的單位轉換成碳的重量，要將1個摩爾的碳作為分母，而碳的重量是分子，而1個摩爾的碳相等於12克，計算2個摩爾碳的重量，代入算式，最後取消摩爾的單位，計算出2個摩爾碳的質量是24克。例題二：18克碳會是多少個摩爾？解決問題的步驟：首先依據題目給予的資料，然後運用資料解決問題。當有18克碳，是計算碳的摩爾數量，列出已知的關係：1摩爾的碳等於12克。使用換算公式，適當的代入已知的數字，計算答案。例題三：9克碳含有多少個原子？解決問題的步驟：首先依據題目給予的資料，然後運用資料解決問題。當有9克碳，是計算碳的原子數量，列出已知的關係：1摩爾碳含有6.02乘以10的23次方的碳原子數量。使用換算公式，適當的代入已知的數字，計算答案。答案要求是3個位的有效數字，因此4捨5入的3位有效數字是 4.52乘以10的23次方。停一停，想一想，試填寫此表，將答案填入表內。以下是你應該計算到的數值。